本應打999可以求助，無奈你不是像持刀傷害我，我到底驚慌什麼？為了分居只好請你留座，誰料你竟挾持他當陪座，如像一巴掌摑我。資料電腦雜誌舊相合照上有一個電腦欠你這麼多。要他幫手也太絕吧，讓我欣賞他怎羞辱我。我最多把軀殼暫時就當不順我，盲目去受你最後重擊一趟。怕什麼？我見佢為彩駁火，原來傷懂罪我不必許多，或者他好得必須要炫耀，無奈我劫後餘生都賠掉，寧願以後不見了給我給你。大我、辱我、累我、害我、害我，問我一切事情已了解了結清楚，我只想祈禱看命運誰想得出怎虧待我？我最多把軀殼暫時不當不順我，盲目去受你最後重擊一趟。怕什麼？我見佢為取駁火，原來傷懂罪我不必去躲，傷口早已忘我分開得夠清楚。